6萬蚊搞掂簡約完好風。如果唔想裝修，又想嚟到牆身睇上去冇咁單調，視覺效果豐富啲嘅，可唔可以靠家私嚟解決呢？咁呢間位於維港位嘅單位可以俾到我哋答案。門口做咗個入門鞋櫃啦，中空位同埋圓空位都係裝咗燈帶嘅，全部着晒，咁呢個空間就會變得好光猛啦。就算陽光無法直射都唔使驚啦。咁下廳部分咧，屋主嘅要求就特別少少，一般人都會做特色電視背景牆嘅，但係屋主咧就反其道而行，淨係做咗個矮櫃嚟擺電視，反而梳化呢邊咧做咗個隔山牆，配埋呢啲展示櫃。雖然儲物位置唔多，但係品味都出晒嚟啦。咁首先入到嚟主人房啦，可以見到四面嘅牆咧，有一面係做咗個木格山背景牆嘅。咁有時候你唔想四面都係白牆，咁又唔想重新油油或者裝修，就可以做啲特色牆嚟裝飾下啦，令到成個空間嘅視覺效果同埋層次感都豐富好多㗎。咁屋主揀咗電動油壓床啦，我哋試打開下，真係好方便嘅。呢邊衣櫃延伸咗個細細地嘅梳妝台出嚟，小巧骨緻，但係真係好實用㗎啦。再過嚟睇下兩個仔仔嘅房間，始終2個人一間房，咁呢啲圍板咧，我哋做咗鏤空嘅圓形，一嚟仔仔有翻啲私隱啦，二嚟又可以透光，令到視覺上邊唔好太過逼狹。睇晒兩房一廳啦，其實用家私係可以解決好多裝修上嘅問題嘅。如果你都有咩想了解清楚嘅，即刻 PM 我哋啦〜